安澜你好。你好。我见到您本人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激动。那安澜的歌声也是非常的甜美，非常的动听啊。谢谢谢谢。安澜是第几次参加我们康巴瑞士的藏历新年晚会呢？今年的话是我第3次参加藏历新年的晚会了。第3次啊。对。那跟往年比的话，今年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呢？今年非常的不一样，因为我今年在2018年在筹备我的第1张藏语专辑。那这次我演唱的吉祥3句是这张藏语专辑里面的一首原创的非常好听的藏语歌曲。藏语歌曲。正在准备一个全母语的专辑是吧？对。那非常的困难。准备到什么样的状况了呢？现在我们已经录制了4首歌曲了。4首歌曲。对，因为你们都知道，就是因为我是嘉荣的藏族嘛。对。我们那里的藏语其实和你是哪里的？我是甘孜县。甘孜县还有西藏，我们的藏语就是都不太一样。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有专门的去学习，还有找老师来教。特别是录音的时候，老师也是在录音棚一直在教我，所以很辛苦。对。那这个专辑里面一共有几首歌呢？我们预计的话是要录10首歌曲了，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录制了4首。其实曲风的话是比较新颖了，我们是想做一种全新的尝试。就是打破一些传统。当然了，我们也是要怎么说呢？首先是要传承。那作为一个新时代的一个藏族女生的话，我是希望说把我在外面学到了很多的新的一些编曲曲风融入到我们的这个音乐当中。那像我这次唱的吉祥3句的这首歌，它的3段词，第1段其实是讲家乡的美景，比如说有湛蓝的天空、巍峨的雪山、宽阔的草原散发着花香，这是我的家乡。那第2段其实是讲兄弟情谊就是说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我们都要想念我们儿时的这个兄弟姐妹。对吧？然后祝愿大家能够早日团聚。然后第3段的话，其实就是讲的是我们的家乡。怎么说呢？第3段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一声声的母语，一个个字母，然后触及灵魂的文化，利益众生的情怀，希望我们的家乡能够更加繁荣昌盛，然后希望世界能够永远和平，大概是这样的意思。谢谢。